我是景文，欢迎收看《报道高仔顶》。伫咧1860年左右，淡水开放港口，台湾开始甲中国做生意，因为生意的需要，嘛，互酒楼甲酒家真发展。酒楼注重排场甲礼数，是迄当阵政商名流请人客讲生意的所在。上有名的，就是伫咧1917年伫咧大稻埕开业的江山楼。江山楼的建筑真气派，料理嘛真粗糙。有名甲就连日本儒人皇太子伫咧1923年来台湾的时，拢伫遮请人客，所以就拄迄当阵开始，酒家菜各互号做官菜。迄当阵伫咧嘉义面乡的一路酒家，见证台湾酒家伫咧日本时代拄车赢走向衰退。这边有小通道，这地方往这地方走。所以你要人可以别给本收嘛，听本收啊，可以先下来啊。也可以通往小姐的包厢厢房。虽然咱即马敢若会当拄相片看到以早酒家的模样，但是好佳在嘛有真侪人用各种方式，甲日本时代的酒楼文化保存落来，也阁有重建迄当阵酒家的模样。台湾人当得继续用另外一款的方式来保留甲怀念过去迄段台湾文化的好光景。伫日本时代，咱的民间有一句俗谚是安尼讲顶江山楼食台湾菜，听艺弹唱曲。这个话是咧讲啥物？是讲去酒楼听这个艺弹唱曲、唱歌食到这个高级的酒家菜，会当算讲是当时迄个政商名流俗事行的活动。但是因为战争搁这个税务的关系这个酒楼酒家豆衰微去。所以咱今仔日呢，真欢迎两位来宾要做伙来甲咱讲一寡以早关于着酒楼酒家的这个故事头一位呢，咱先来欢迎有醉仙阁的吴坤林先生。大家好，我是醉仙阁第5代吴坤林。另外一位呢，来欢迎到七星药局的这个吴志凯药师。大家好，我是七星药局第3代吴志凯药师。你这里少年你甲这个醉仙阁究竟有啥物款的牵连？这醉仙阁是阮祖先伫个这1921年的时阵甲这醉仙阁买落来。所以讲醉仙阁是恁兜的，你已经第5代啊？对，是这个意思。对，即马我甲用落去做这个西点洋果子、牛卡西。醉仙阁到底是一个啥物款的酒楼？醉仙阁伊较早是一个做台湾料理的一个料理店。是。伫这料理店内底，通常来遮消费的拢是一寡社会较悬层的遮个人。是。一寡文人书生来遮食宴席的料理。是。包括来遮看这个艺坛的这个表演，一寡南管还是讲跳舞是，等于讲艺坛啦，这是一个食饭的时阵，像讲咱即摆去讲哪唱歌、哪听歌、听卡拉 OK 来唱食饭咧，像讲这百相片，这个是恁迄个醉仙阁以早的型吗？对，这是醉仙阁第3代，这是这个等于台南真重要的一个。商业的一个所在。你看咱伊几落站的2、3、4站楼，其实伫迄个时阵算讲是一个较悬的建筑对。发现讲伊甲迄个林百货，佮迄个建筑的迄个形态，佮真相像嘛。对。林百货甲醉仙阁这栋生做足共的。因其实是从1932年来开业的。是。阮伫个1932年的时阵搬来这个所在，伊这个7月时阵开业，林百货伊是伫个12月开业，因等于是讲同一个年代来开业的这种，因这个风格较属于这个阿德克装饰艺术啦，所以足侪人会认为讲这栋看起来就像林百货，其实伊是醉仙阁。伊是醉仙阁。对。讲到醉仙阁拢以早拢是政商名流这高级的这人去食的嘛。到尾敢若像讲后来有
淡薄仔变化对无？对，除了这个正常名流以外，还佫有一寡，比如讲官员啊，还是讲有军人啊，是，哦，因这比如军人伊要离开台湾，哦，伊伫遐甄别，一只办道啊，来这个迄落食这个料理了来，就离开台湾啦。啊，比如讲有一寡官员来这开会，这就是这个西市场，伊这个卖店组合创立，嘿，就是台南的西市场。啊，目前这个西市场，原来是咧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啦。嘿，啊，伊这个组合创立就伫咧水仙阁啦，在这内底模样。哦。啊，遮有一个迄落讲台，啊，这有人伫遮一寡宣布一寡代志。啊，宣布代志。啊，可比讲艺团要唱歌，要做一寡表演嘛，是伫这台仔顶。咱会当对这个报纸顶悬吼，去看到讲这个酒楼内底到底是咧创啥物活动吼？可比讲明朝朴素的欢迎会，就是即马吼，咱拢去大饭店内底请人客。但是以早咱台湾的大饭店其实都是酒楼，哦，酒楼内底活动真多，啊嘛是拢真正式公开，大概就是恁差不多第几代的时阵。这伫咧阮阿祖还搁咧经营的时阵。阮阿祖，啊伊第二代，等于是因老爸买下了后，啊来第二手就互阮迄落阿祖来经营。这个报纸顶悬讲哦，你印发声印噶，这就是迄电影啦吼，印化就是电影意思。啊，台南美林决定哦，这拢是日语啊，这个发表会嘛是拢伫咧水仙阁内底咧举行嘛。就是一个电影公司哦，咧举办一个这个选美，哦啊。台南伊就经到水仙阁有2个。哦，水仙阁内底会大吗？小只。小只。对，伊就经到这2个。啊，一个叫做教我，啊，一个叫老四阿片，是，一个叫阿片啊。哦，一个叫做阿片啊。是，这个名听起来，敢若像足亲切的迄个感觉哦。就是阿片啊，是一个美人安尼。啊，这个。迄个时阵我那做主持，我那有做一寡主持的镜父，哦，一寡。即个表演，啊，因可能是演即个歌戏啦。哦，演歌戏，歌段戏，搬歌戏，啊，搬歌戏，伊就是收入了，伊这个收入吼会捐出去。比如讲捐去迄落爱可乐，救济一寡无读册啊，是讲，也是讲孤儿啊，种算讲社会即个落实的即个团体，我会捐出去。是吼，啊，这边这个，因吼，我那会，比如讲。文人书生啊，因我那会招一寡小姐啊出去办一寡因的迄个活动，吼啊因这吼会去迄个，比如讲会去南湖，台南有一个南湖，啊这个南湖即摆已经干去啊，已经无水啊，啊但是因会去遐，比如讲遐白龙船，是，啊这时间哦，其实因白龙船的时间毋是咱即摆什物5、2节，因有时阵拢已经，比如讲因这个报道已经是11月份啊，11月份啊，搁去白龙船，因这有遐竞渡。遐个咧白船啊！啊是，这查某囡仔去白龙船。对，因就怎组，因会组队啊去遐白龙船。哦，其实伫咧台南即个所在，以早迄个年代吼，伊较有名的酒楼，佫有几多间嘛。对，啊，佫有宝美楼。宝美楼其实目前台南算真侪人抑佫拢叫会出来。是，就是。啊，即间宝美楼即马目前嘛，伊有修复转啊。咱来看来讲，即个酒楼内面或者是酒家内面的迄个座位吼，大概是安尼定设嘛。这差不多是较晚期啊吧。这个年代差不多伫迄个1937年到1960年，伫民雄的16酒家二楼的包厢，差不多都是这安尼。16酒家。16酒家就是恁兜隔壁嘛。是。啊，你即摆恁兜甲买落来即间嘛。阮爸画这张图，这幅图其实是伫阮爸差不多8岁的时阵，啊，阮爸8岁的时阵算起来是差不多1966年，就是这个酒家准备要转手予后一个头家，就是报道是同的头家进前安尼，所以这是酒家上尾的模样就对啊。哦。啊，你看这张图，你会使看到讲，伊内底其实拢是日本式的。伊这地板拢是榻榻米的地板，啊是隔悬的。啊，迄落榻榻米下骹会使放鞋啊。啊，顶头就是放迄落长桌啊。啊，顶悬就会使，桌啊顶悬就是放酒家菜。会使伫遮食饭啊，啉酒安尼。啊，较早较好个的，就是会使啉迄落较好的酒，像花雕酒，还是讲成年的迄落小型酒。是。啊，若较散食就啉红露酒，差不多是安尼。啊，菜的话就是较有名的，就是
牛鱼泥肉蒜。啊，有影，嘿这酒家菜。嘿，是。啊，阮遐较侪人爱食迄个红烧，也是迄个清炖的迄个四卡。是。嘿，啊，佮有白剁鸡，这种介有名。啊，阮家己佮有一项，就是阮较特殊的迄个名菜啊，做迄个薄荷鸡。嘿，较早嘛是会出现伫酒家的迄个菜式顶馆安尼。是。嘿，啊，较早迄个包厢就是安尼隔一间一间，啊用房仔隔起来。嘿，啊，内底有迄个小食坐台陪酒安尼。哦，是。差不多是安尼。啊，来遮食饭的大部分是较早的政治人物，也是讲生理的生理人。也是讲一寡来敲代志的安尼。是讲咱咧食饭的时阵，啊有艺团来甲咱唱曲来表演，啊其实这个艺团顶悬佫有真侪是有号名，啊佫有一寡报道对无？像这个物件是对倒来。像这个花藏小记，这对369小报内底，伊就有刊出一个专栏，或者是一个文人因一寡文人的这个。因办的这个报纸叫369小报，伊上尾啊，伊会写一首诗送互这个小姐。是吼。因每一个小姐的这个，伊这个出生啊，甲伊这个来遮做工课，伊的过程，啊，这文人因其实含小姐其实有时阵是真密切的这个接触。是吼。所以伊对小姐的了解，伊对因的这个这个情感啊，因的。用文字来介绍出因对小姐的这个想法，啊，尾也写一个这刊伫报纸里。伊讲软到心肠义木石，底露水白阴岩，头刀摇舌真多事，说法中开色界天。啊，这你当时你看，这嘛是恁最先个的乐团吼。啊，这个乐团，咱敢拢住伫咧恁这个国内面吗？伊应该是拢住伫外口啦，啊嘛是其实有专门的管理因的这种叫做监番，类似有一点仔类似这个叫经纪人。经纪人。嘿，对啊，所以这个小姐伊会透过迄个监番，啊因的这个管理，啊来到这个酒楼，来这做事。1937年，这卢沟桥事件爆发了后，啊，台湾嘛差不多要迄个受到这个影响，啊，开始台湾开始有咧演习吧，开始演习，啊，比如讲除了这个防空的演习，啊，嘛有一寡消防演习，啊，迄时阵拢会选择伫咧市内这种关楼，来做这个演习。伊当时。演习的话吼，拢主要爱找这种关楼啊，比如讲伊有这种迄个救命带、救命带，救命带伊可能就是按这个按楼顶牵落来涂骹，啊人按这个地啊往跳落来，啊流落来路啊里。是。啊，一寡消防演习拢爱找这种关楼啊，啊包括迄个防空演习的话，伊可能就是伫咧这个厝顶遮迄个斗这个枪。啊，伫遐演习安尼，啊，军人可能就是拢伫咧即个厝内底爬起爬落啦，啊，爬起爬落变成你酒楼要做生意，其实是较困难的，因为这人安尼起落落爬来爬去，根本已经无法度人去做即个营业啊。是，啊，所以受到即个战争的即个影响，所以酒楼包括即个5、6场所伫咧。战争的这个时阵，其实已经愈来愈歹做啊。虽然讲啊，讲到酒楼，感觉讲哎呀粉味的，其实唔是啦。咱台湾的酒楼文化是真精彩加丰富。下一段呢，再继续带大家到底来去了解哦。报道高阿丁，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知愈多，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引人心。最先过冈山楼，这个曾经伫咧台湾历史真青雅的酒楼，你敢知影讲，伫咧迄个时阵，因有偌尔老练？包厢就是安尼，隔一间一间，用房仔隔起来，内底有小食坐台陪酒安尼。高阿丁来笑光，你敢会记得讲，你是当时开始去公园啊看电动花灯？伫迄个3月19，阮北港咧廖景的时阵，伊先起来廖景。曾经有一阵伫咧台湾出世的人，就是讲家己是台湾人，伫咧战后煞互人叫做是日本人。80年来，伊心中所思念的拢是台湾。伊就为迄图画咧，
啊，就一面话一面哭，要早回去日本。就问伊讲，啊，你伫台湾拢总住偌久？伊讲9年。台湾400年的历史中间，曾经有发生过几落摆的大瘟疫，影响咱台湾人的生活习惯甲文化发展。你敢知影迄个时阵有偌尔啊严重咧？每礼拜请准时收看报道歌丁。我看到这幅图吼，啊，这幅图甲你的169酒家有啥物关系啊？吼，这共款阮爸爸画的啦。哦，是。啊，伊画这幅图是因为伊较早拢伫遮米小吹。哦。啊，这张图甲酒家有啥物关系？是因为这个防空壕较早都是伫酒家的头前。哦，是哦。嘿。哦。啊，是安怎酒家头前有防空壕？是因为拄则有讲到嘛，酒家起的时间差不多是伫1937年，迄阵嘛是太平洋战争开始的时间。啊，迄阵日本政府都有要求讲，你若要起酒家，你的酒家头前都一定要有一个防空壕，因为伊算一个公共的一个空间，啊，你爱好遮去酒家消费的人会使去味安尼，所以都一定要有一个防空壕。所以为了这个防空壕，阮迄个酒家咧起的时阵，搁刷入去巷仔内起，因为刷入去巷仔内起，较有法度起防空壕伫酒家的对面，因为伫大路边对面已经是别人的厝啊。所以有迄阵有即个设计安尼。啊，阮爸画这张图是因为这是伊较早细汉的记忆。啊，伊较早会记你讲，伊伫遮米烧厝的时阵，会使听到酒家内底的消费者咧喝酒棍的声呢。是吼。迄阵因为酒家经营无啥会落去，啊，迄阵佫有改名，16酒家改做迄落杏花楼。哦，杏花楼。改做杏花楼，啊，结果敢若嘛是生理的状况就歹的对吧？所以伊伫1966年就卖互一个。姓郑头家，啊，阮在地人拢叫伊阿西，啊，伊就是咧做食堂的，伊原底嘛是伫市仔边啊，对因老爸咧学讲，做迄落较早的外汇，还是讲较早的餐厅、饮食店安尼，啊，迄阵因就知影讲，即个酒家要卖，啊，因就甲买起来，啊，买起来了后，因为伊经营的形式甲拄则酒家无共，拄则的酒家是有。迄落坐台的，啊，这是无坐台的，这就是干那食饭尔，所以伊甲二楼拄则讲的迄包厢拢甲拆掉，啊，顶头就是原底长桌啊，改做圆桌啊，啊，原底迄隔板有无？伊就改做迄落用屏风甲隔起来呢，啊，迄阵就号名做宝岛食堂，本地16酒家，尾仔就改做宝岛食堂。你若看到后壁遮有2排迄落厢房，这就是较早16酒家时期。遐酒家女咧休困咧住的所在，啊嘛有一寡功能是互遐来遮酒家消费的消费者，若要甲酒家女过暝，就会使伫遮过暝安尼。啊，落尾变做宝岛食堂了后，后壁遮就改做是宝岛食堂，因规家伙啊伫遮，啊毋是伫遮困安尼，就是伫遮住安尼。讲昆林，你一开始你并唔知影讲你家己是即个最先过的后代嘛，啊是啥物款的原因，你若唔知影讲你家己是即个遮尔厉害的酒楼的后代，是啥喏？阮阿公伊伫伊的人生当中，会当讲拢无咧讲因过去较早日本时代所发生的代志，所以一直到战后阮母也出世，伊其实。伊对醉仙阁嘛无印象，因为伊是战后出世的，啊，所以伊的成长过程当中，伊其实阮阿公拢毋捌咧讲这，因为伊经过着战争，啊嘛经过到尾的国民政府的统治，啊，伊家己本身伫日本时代做巡查，我到战后伊就变刑警，伊知影战后的政府伊即个统治手段，所以比如讲即个戒严，所以伊知影即个。戒严有足侪代志是袂用咧讲的，啊袂用咧讲的变成伊就是拢无讲，啊一直到阮母啊因出世了，因的成长过程内底就是无醉仙阁这个物件，因拢讲的拢是保米楼，啊所以但是保米楼是别人开的，啊所以我所知影的嘛是拢是知影保米楼，啊一直到讲有一当啊差不多9当前，我甲像有一暗开。佮听我妈咧讲啊，迄落因较早因兜开保米楼，我甲去想讲啊，保米楼到底是啥？我甲去查，啊查迄电脑查的时阵，真正有保米楼这个所在，但是我甲印出来，互阮母啊看，阮其实阮大家拢足欢喜，真正有这个所在。但是我尾啊，佮去找一寡文史的这个研究者，甲伊问着讲啊，迄落其实保米楼是。
原来是别人开的，吼啊，别人开的，啊，阮到底开啥物？因为已经我若讲已经过身足久啊，所以较咧讲啊，无来找迄两本相片到底走去对，吼啊来较去问着讲啊，这相片我若旧摕等于高雄，啊甲讲啊无去摕相片来看看到底开啥物会，因为因拢无咧讲，啊嘛无人知，啊相片已经收足久啊，嘛拢无摕出来看。啊，摕起来看，较知影讲啊，原来是开水仙阁。是。啊，但是水仙阁伫伊的生命当中从来无出现过。是啊。嘿，所以我假想讲啊，无摕相片来去问看，到底这个所在伫倒位？吼，啊，开找一寡找着文书工作者，然后开了解讲啊，水仙阁是伫对，吼啊，伊的经营是安怎经营的？啊，再搁去找报纸，哦，啊，包括学术界的这种教授，哦，因收集的资料。啊来提供，啊来做伙来找答案，嘿，啊甲调豆啊，甲甲即个水仙阁的过去遮个代志，调豆啊甲找出来，啊来就甲斗我起来，啊到做我家己的记忆，变成是我家己找出来的记忆啊。咱讲到这一路酒家吼，其实伊原本就经了好势好势，啊，现在变做是失当。其实生理原底就无好啊，啊只是尾啊，因为国民政府来，伊拢会甲你扣迄个宴席税。哦，是哦。嘿，啊宴席税。扣落去，啊，生理原底就歹啊，佮扣这税，伊就佮愈歹去。是。嘿啊，啊，所以落尾就想讲，啊，无就改名好啊，啊，改名嘛，无讲因为名改到的，就生理佮较好，所以就换头家安尼。是吼。较早民雄其实有11间酒家，嘿啊，11间酒家内底，包括较大间的，就是较成酒楼的，有一间6仙楼。是。啊嘛有较细间的酒家，啊，佮来有一寡较细间的。菜店、甲猫仔间、啊茶店安尼，其实足侪啊，总共加起来应该是有20间左右。听阮厝里的时大人咧讲，较早酒家内底、甲食堂内底发生的代志，其实我嘛感觉真心实。系啊，啊一个药局甲一个酒家有啥物关系？其实我唔知要安怎讲啦。啊，毋过吼，假使讲甲即个老药局啊，甲即个老酒家拢甲恢复转来，我感觉讲对在地的人要熟悉在地的文化。尤其是少年啊，要去熟悉在地文化，我感觉是足重要的一个方式啦，应该安尼讲。我这几年来较咧做的代志，就是咧想讲要安怎去甲即个一路酒家，佮利用安尼。所以我对今年就开始甲文化部去申请一个计划，会使甲即个酒家照伊较早的迄个启发，啊，甲伊较早的规模嘿，啊，佮甲修复转来安尼。而咱台湾目前，那一般人对酒楼的这个想法，其实是较无啊，因为这个酒楼文化已经无啊，已经结束去啊，嘛已经互人办袂记啊。是，咱嘛讲会当借由我即摆这个做法，互人继续去提起讲，比如酒楼伊到底是啥物货？是哦，伊甲酒家的差别是啥物货？清朝咸丰年间吼，感觉咱的这个共生，伊就李洪石伊捌写过一句话，伊讲吼，正是酒楼风景好，笼中之鸟买3钱啊。就讲啊，你有搁较侪钱吼，你嘛是无地深刻啦。所以讲吼，虽然讲咱无法度转去以前咱个风华的岁月，但是至少咱想办法将以前这历史的记忆吼，豆豆甲找转来。所以讲这嘛是真宝贵的一个历史的记忆哦。咱大家应该共同来拍拼，甲努力。今日真感谢两位来宾来甲咱分享，感谢呢。